昨天老四让人办，咱们今天非得撞到几个。阿南，人都到齐了吗？人差不多了，就是兵哥那家。到我了。丁哥，今天光头佬周府约我们在滨海电力系统谈事情，来个咱们动车。靠，这不早说啊！白哥让我告诉你，没事，我害怕。我去！欧阳哥，这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啊！不叶小白嘛。哎，廖一兵呢？怎么不敢见我？兵哥今天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讲。你怎么才来？哥，衣服呢？我没发。他们说，正谈那个一会儿机呢。兵哥，哎，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跳广播体操，干嘛不叫我啊？你这么早啊？下课了？下个屁课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跑来的。车呢？停！廖一兵，你真当老师了啊？随身带着笔啊？你这几个意思？不要哥，我来之前已经报过警了。如果你不想请我喝杯茶的话，咱们今天就散了。廖一兵，算你狠。撤！